有時候太多嘅說話擠壓咗聆聽嘅空間，有時候太多嘅動作會令你失去咗安靜嘅能力。司機大哥你好，你好準時。梗係專業㗎嘛。鄭子誠，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樂情人。哥仔，行洪水嘛？根據實時路況同最優路徑演算法，你所選擇嘅洪水路線喺車流最高峰時段，平均駕駛時間增加為28分17秒，通行費為40港元，經計算。繞行西隧雖然增加里程3.5公里，通行費為60港元，但綜合時間節省同燃油效率，整體成本效益高出18.7個百分比。系統檢測到你已經連續3次喺類似時段選擇紅隧，呢個行為模式存在效率嘅偏差，請即時調整路線。無人如我幸運，行懸崖你亦伴我行，無人長街太暗，多得你發身盡職。我今日咁好彩車到個機械人。喂，小朋友冇事啊嘛？睇車啊，你唔好亂咁衝出嚟，好危險㗎。人類嘅經驗係冇辦法可以取替。即使因我捱餓你。